我哋出品呢個節目點解叫做24度採樣奇談呢？呢個名咧裏邊嘅24咧，代表咗24位人物，佢哋咧各自經歷過屬於自己嘅節氣。節氣唔單止係自然四季嘅變化，更加象徵咗人生面對嘅挑戰、人生嘅轉折同埋人生成長嘅時刻。咁我哋透過採樣咧，抽取每一位人物一部分嘅故事，咁濃縮成為片段，成為年輕人嘅參照。希望咧透過前輩嘅酸甜苦辣，等到新一代可以學到勤奮同埋堅毅嘅態度，幫助年輕人建立信心同埋價值觀。24度採樣奇談，一個故事留低一生嘅啟發。而家就等我哋一齊聽聽嘉賓嘅奇談啦。我記得1991年嗰陣時台慶啦 ，TVB 嘅台慶啦，咁啊乜嘢人嗰陣時，哇咩劉德華、梅艷芳啊、譚詠麟啊，四大天王都係未係紅嘅啫嗰陣時。你夠膽講我睇呢個紅緊㗎啦，你夠膽講咧，我斬我個頭落嚟。周星馳用佢所謂無厘頭嗰個演出咧，係令到當時觀眾係話好深刻、好深刻嘅印象啊！可以話佢係喺電視圈裏邊咧一炮而紅嘅，係真係百年難得一遇嘅一個喜劇演員嚟嘅。佢出到去電影咧，亦都係發光發亮啦。佢少林足球攞獎嗰陣時咧，佢哋都有係話好多謝當年阿劉家豪嘅提攜啊咁樣嘅。我唔覺得電視係一個夕陽行業咯，我覺得咧電視嘅領導人咧好緊要，佢哋唔好思想狹窄，多啲出去出邊見識下，將個思維再擴大啲，然後將個心思咧唔好擺喺某一方面，而擺喺製作方面，咁我哋嘅港劇咧就會不滅啦。所謂科學家，你最主要嘅操守係咩？好多嘅其實憑啲經驗嗱，有咁多 case 咧，就變咗有山水。因為量子學咧，以前嚟講係呢個，當然佢係好巴閉啦。嗰啲數學公式點解真係可以做得到描寫呢個物理世界咧？佢唔知嘅。喂，究竟有冇靈魂咧？所以呢啲問題會不停出現嘅喎。咁所以好值得去探討咯。中國漫長嘅歷史裏邊咧，經常有呢類咁嘅災荒，唔係水災咧，就係旱災。每次咧都數以百萬人受到影響。我好感恩我會有呢個機會可以去參與呢個咁嘅工程。你選擇咗人生一個交叉點，你選擇咗其中一條路，咁你就要去繼續努力咁去開拓佢。我哋法律人啊，或者法律工作者，基本嘅價值信念咧，就係呢個法治。通過理性嘅思考啊，理性嘅討論咧，即係社會嘅進步咧係有可能嘅。計劃一下，即係自己可以發揮自己嘅潛能啦，有啲邊啲方面係可以對社會作出貢獻咯。芭蕾舞一門藝術咧，就令我啟發好大嘅。芭蕾舞要轉一個 pirouette 好咧，就其實最緊要一個軸心啊，揾到個軸心。科學上，譬如同我哋有一個叫 vortex， 一個渦流、漩渦。譬如你有一個 hobby， 有一個愛好，譬如芭蕾舞、tennis、乒乓波 whatever， 我鼓勵佢哋就唔好放棄，專注。咁啊專注得嚟咧，佢自然會有所成就。FAST 系統咧係一個烹飪嘅系統。係我建立呢個系統咧，最主要係幫助一般人能夠食得健康啲。我個 Fast Cooking System 咧，最主要就係能夠解決呢一個時間上嘅問題。人嘅心情同食物同呢個人與人之間嘅關係，全部係連結喺一度，所以要保持呢一樣嘢，食物係當中最主要嘅一個 link 嚟嘅。考一個導遊牌去做司機。佢令到自己改變一生，就因為咧自己做任何嘢都希望做得好。當你見到任何嘅事嘅時間咧，你係唔計較得失而去幫人哋，而等到內心覺得有價值，覺得內心係開心嘅嘢。助人為快樂之本啊嘛。AI 嘅衝擊咧就係無遠弗屆㗎啦。
樣嘢就差唔多冇得否認㗎啦。無論喺就業啊、對教育啊、對社會嗰個貧富懸殊啊、對未來人類嗰個安全性啊，各方面咧千年變局嚟㗎。以前蘇東坡咪有首詩嘅，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。每個角度唔同，你睇嘅嘢都唔同㗎。我哋成日講咧，喺大學裏面，如果要做改革咧，係好困難嘅。就好似將一個墳墓去移到去另一個地方咁樣，你好難揾到裡面嘅人去幫手嘅。好多時嘅阻力，一啲有好多經驗嘅老教授，因為佢哋用慣咗自己嘅思維去做教育咧，改變佢哋嘅思維係好困難嘅。全世界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人 create 到問題出嚟係人，解決問題都係人。Find the right people doing the right job 咧，就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咁樣。分工係重要過每個人嘅長處。呢個我覺得就應該經過多年嘅信任。一個機構裏邊咧，最重要就係人才。一又係人才，二又係人才，三又係人才。如果有錢冇人才，做唔到嘢。冇錢有人才咧，都可以做到嘢，所以人才係最緊要嘅。我哋最終嘅目的咧係一個健康正常嘅成人融合喺社會度，呢啲係我哋治療癌病醫生最終嘅目的。30歲嗰陣時咧，我接受咗一個開心手術喺國良醫院。咁啊，手術之後咧，咁啊醫生就同我講都算成功，不過我嗰個案例咧，估計咧都係有10年嘅命啊咁樣，因為有呢個咁嘅先天性嘅心臟病咧，我好早就明白到咧，殘疾人士唔係話要咩憐憫同情，佢哋需要嘅咧就係一個平等參與嘅機會。其實我一生都好多嘢都幾傳奇嘅。嗰陣時咧，越戰澳洲嘅政策就係我哋要去當兵啊嘛，上得戰場嗰陣時咧，咁就驚住自己傷咗。或者唔行得啊，隻手唔喐得啊咁，即係自己嘅生命唔喺自己手上。我諗打仗嗰啲人直情想忘記嘅，喺我個腦海中打仗，唔知係咪個腦直情撳咗佢，唔再諗咧，好少諗。我哋嘅醫護人員喺香港嚟講，最值得我哋去珍惜嘅係我哋醫護人員嘅專業精神。有醫護人員咧，佢係由外科請纓入去沙士，因而受到感染。每一個人喺呢個世界上邊都有一個位置，即係貢獻社會嘅一個能力喺度。年輕嘅朋友，而家我哋好鼓勵長青共融嘅，希望佢哋都能夠有時間去了解下長者啦，了解佢自己身邊嘅祖父母啦，有機會可以了解佢哋多啲。家下一代嗰啲咧，就佢哋除咗話做嘢，亦都要享受。年青人就講享受，出嚟做嘢咧，心態好緊要，同埋一定有誠信，應承得嘅一定要做到。知道我自己一生做嘅嘢咧，都唔會呃人嘅。我覺得而家缺乏嘅咧，我覺得後生人唔好識同人講嘢，同或者唔敢講嘢，對面一齊講嘢啦。我覺得係比舊時差咗咯。喺學校可以開始俾啲片段佢哋睇，即係小朋友、老人家咧，唔好淨係覺得佢哋係好牛彩度，唔同你講嘢。其實佢哋聽到或者未必係吸收到好多，但係其實佢唔好諗住佢哋係一嚿飯咁樣唔出聲咧，就你哋講你自己嘅嘢，其實佢吸收到嘅。但係可能唔係所有嘅嘢，但係佢哋係開心嘅。我係一個唔係好有運氣嘅人嚟嘅，但係有一樣，我咧凡係努力過嘅嘢，我一定有成果嘅。我就好保守嘅，可以話就好堅持一啲傳統嘅做法和價值。但係一方面咧，我又好追潮流嘅。嗰啲潮流可能係唔係我擅長嘅，但只要係工作需要、公司需要、社會發展需要，我哋毫不猶豫我就會去做噶啦。喺培正嘅老師、屋企嘅父母咧，教我咧做人係要謙虛嘅，不敢忘記佢哋嘅教導。我就
極之咧提倡每一個年青人都要謙虛，努力學習，係要付出好多努力先至達到佢哋比較崇高嘅目標嘅。其實恒生大學咧係好多時咧係引用咧係一個所謂竹子嘅精神咧，竹子係象徵一個君子嘅態度。我哋有正直嘅心啦，同埋咧我哋係有一個節氣嘅喺無論大風大雨嘅時候咧，我哋都唔會係跌倒落嚟。君子嘅氣節、君子嘅堅毅亦都係我哋咧係做事情、待人處物一個好基本嘅態度。因為我係相信教育，咁我知道教育係可以改變一個人嘅嗰個命運嘅，所以我都希望我係用翻呢樣嘢咧去改變某啲人嘅命運。我覺得我哋應該呢班人咧，真係行入去年青人裏邊，多啲傾偈，了解佢哋想要乜嘢或者唔想要乜嘢，唔係呢個說教式，你應該咁，應該以身作則，身教咁嚟做法。